丰田火车站前，迄条又搁直又搁长的马路，下晡时啊，有一种恬静的气氛，亲像刚开唱红的迄首歌，一蕊无烟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水。丰田的这蕊无烟花，就开伫车站前的五味屋。五味是咸、酸、甜、咸、苦五种人生的滋味，是一群囡仔好的名。厝是铁路局12年前按算要拆除的旧厝，东华大学的顾教授甲铁路局参详，甲伊保留落来。就安尼开始一站已经进行12年。陪伴囡仔大汉的社会公益工作，顾教授对青年学生甲囡仔特别有耐性。这款的特质，予伊带领东华大学一群大汉囡仔来帮助丰田地区一群细汉囡仔。透过因家己的打拼，来促成家己的心愿。囡仔爱家己做头家，将各界管来的二手货分类整理，摆上架顶，用真便宜的价销卖予需要的人。看起来好亲像在办公会啊做囡仔耍。这个囡仔耍，毋但予囡仔完成心愿，陪伴因成长。嘛，替这个囡仔奠定未来的基础。这款予善良顺权的社会公益，感动一个查某囝无辜受害的台湾妈妈。伊将查某囝留倒来红仔面，捐予五味屋。五味屋的囡仔头家替这个红仔面开一个店面，替红仔面辩护。后摆。因要带着这个红仔面出外旅行，就亲像带着迄个未富大汉的妹妹出外佚佗。这是五味屋大大细细的共识。因要把社会上疼变作疼惜，提醒咱的社会，唔通阁予台湾的妈妈流着不幸的目屎。善良的无烟花，伫丰田车头前的五味屋，点点来开，点点水。相信你咱的心肝内，拢有一间五味屋。